歡迎使用商業稅務網站 BTP。本影片將示範如何管理你的 BTP 用戶資料。首先，請輸入你的用戶名稱和通行密碼，或透過智方便登入。現在，我們透過智方便登入，使用你手機內的智方便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即可以登入智方便。登入成功。點擊熒幕右上角的用戶資料以更新你的帳戶資料，包括別名、電郵地址、手機號碼、電子提示選擇及所服務的 BTP 公司。點擊用戶資料後，你帳戶的現存資料會在此處顯示。如有資料需要被更新，請點擊其旁邊的更改按鈕。成功更新你的帳戶資料後，你將會收到確認。點擊更改別名後，輸入新的別名，然後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。點擊更改香港手機號碼後，輸入新的香港手機號碼並再次輸入號碼，然後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。點擊更改電郵後，輸入新的電郵並再次輸入電郵，然後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。點擊更改電子提示選擇後，輸入新的電子提示選擇，然後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。點擊檢視或更改以更新你所服務的 BTP 或 TRP 公司。點擊檢視或更改所服務的 BTP 或 TRP 公司後，你將看到你所服務的公司清單。點擊移除以刪除你於用戶帳戶內已登記的 BTP 公司。如果你從此清單中刪除任何公司，則你於該公司被委任為 BTP 帳戶管理員或 BTP 授權用戶的身份也將被刪除。點擊新增以加入你現在所服務的 BTP 公司。請輸入你所服務的 BTP 公司其商業登記號碼，然後點擊搜尋。如顯示的公司名稱不正確，請檢查輸入的商業登記號碼是否正確。點擊確認以確認更改。你已完成更新 BTP 用戶資料，你可以選擇列印或保存確認書的副本。